啦，这个新冠病毒是大大来伤害到世界各国的经济，但是咱台湾特别无共款哦。经济部的统计，这个疫情了后，台湾真倒有更较侪人家己来创业。今年1月到7月，新设立的公司都比去年加出360间。也毋过专家来提醒，创业的成功率并无所想的遐尼啊悬，平均10个人只有2个会当成功。 连面无用做导领，连面还佫无用整理会。第二一个来，还佫赶紧接这个陈老板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校长兼讲经，一天上少爱做12点钟，就是为了要创业，佫选伫疫情发生后。在这种时间点创业是一个很冒险的事。很多人都这么讲，但是。我朋友只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没有开始，你怎么知道你会成功或者是失败？”疫情后，台湾开始流行创业。依照经济部统计，今年1月份到7月，新设立的公司比去年同期加360间。到7月底，公司登记数来算，已经有71万2000间，这是有史以来上济纪录。以我个人诉说来讲的话，它是有增加事业，它是转业所走一个创业的路。 就连会计师事务所办理公司登记业务的客户嘛，比疫情发生前较济。不过专家讲，这一波的创业潮拢是做小生意的，有好有歹。稳定社会的安定力量是很有帮助，门槛比较低，它对总体经济的贡献相对也就没有科技创业它的一些贡献来得大。专家嘛提醒讲，平均10个创业的人，敢若2个会成功，所以讲要创业进前，上好爱好好啊想一个。